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伫注意过国文的带领，为了摧毁当初的理念，强调民主的价值，以及公共事务来成为出发点。上午发表台南本土性的刊物创刊号，希望透过在地连结来认识地方。今天主要透过这个签字的方式，我们还是相信呢印刷的文字的魅力哈。那我们一直想说要强调这个初衷的理念，然后我们就想说回到原始的这一种那个理念宣传的方式，就透过纸本的方式，所以说今天才会有一个纸本印刷的一个发想。但是呢，我们又不同于过去的方式，特别强调这个民主价值。民主价值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哈。那每一个人对民主价值的一个期待，应该是大家所有台湾人民的公约数。但是对公共事务热情的出发点，我们想要点燃不同的方式，想要透过在地的了解，跟地方的重视，以及台南的未来的一个发想来做出发。因此呢，我们用一个台南本土种的概念来出版这个刊物，让大家从认识地方开始，想要保有或者是创造更好的台南，来投入这个公共事务。党部执行长古木哈照嘛表示，发行刊物是主要的理念，希望透过文艺的温度，让党部无搁再是冷冰冰的部门感觉。不管我们常用的脸书、粉专或是脆哈，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纸本。其实我相信还是有一群的民众是对这样的一个文字的阅读跟这个纸本它是非常的有感觉的哈。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更多人呢透过我们这个档刊呢，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台南的用心，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收集到的，就是以台南本土种为发想，能够去收集到我们台南所有的人事物哈，然后透过这样文字的书写，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台南党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温度、有情感的，然后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更认识我们希望能够为台南做更多的事情。这本台南本土种的刊物发表，不但印刷精美，而且所写的拢是甲台南的人事物相关，甚至甲台南人的生活有关系。创刊号首次发行500本。将分送给党公职、台派的店家、甲个青年团体，有兴趣的民众嘛会到市党部来索取，甚至外县市也阁会用来寄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